启英文25篇，今仔日的启英较长哦。这个荧幕要不要出来 ？OK， 咱三甲来看今仔日的启英。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 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仁爱做回冠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勇壮。 上主施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慈悲仁爱，袂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袂永远藏生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 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怎样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人呢，伊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无成。 风一个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伊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做对待因的行行顺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 听叹上主的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一声，恁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达所在，所有的被造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一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OK。 咱今仔日用欢喜的心来称赞咱的主吼，来咱的吟今仔日的吟的诗535首，福音正声得大谈535。因为今仔日咱有特别的人客，伫咱遮有特别的信息要传达所以若万一时间有较急，咱的诗歌可能调整一下吼。 福音正声得大谈。来，第一节来。福音正声得大谈，传到前海甲前山，传播地球欢喜消息。 白白小所你甲我，上帝将大事行，想出世间万万人，心快救主无论啥人，为的永远我稳当。无时停来，亲爱。 看我手，引带我的徛在，我也先我人软弱，相失败，敬红颜过暗暝，带我行一光明。 亲爱主，看我手，教
到天顶。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真正需要你甲阮牵手，伫阮人生的路径的中间起起落落。当时，阮会拄着什么大代志，阮拢毋知。天父啊，伫耶稣基督的引带下面，阮家在也阁有一个上帝。这个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上帝，讲佫叫做阮天顶的大老爸，佫互阮知，这个大老爸疼阮，疼世间每一个人。上帝，阮感谢，连阮也得你疼。这句是蒙恩的今日，聚集伫遮，就是要来领受你的恩典。愿你圣神充满这个会堂，对所有较无的人，你改面讲话，你望着因心内上深的所在，因的需要。你甲因祝福，因会破，因会病痛，因会惊吓。上帝，你赏赐平安甲勇健。让阮将阮的祈祷甲懊恼献伫你的面前，愿圣神带阮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闭眼心来开始今日礼拜。兄弟姊妹，大家人平安。听互咱三甲做的聚会，咱回来吟，听互咱三甲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咱大家开嘴大声唱。好主会听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好全世界拢知，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咱大家开嘴大声唱。好主会听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好全世界拢知，听互咱自己做聚会。约翰福音书1章4章19讲，咱听，因为上帝先听咱；是咱听，因为上帝先听咱。咱这条要做伙，请大家人起立。咱背这个圣经节，咱互相来请安。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来甲伊讲，咱听，因为上帝先听咱。咱起立，咱请互相来请安。咱听，因为上帝先听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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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听，因为上帝先听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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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咱兄弟，咱要做伙来学乐这首诗歌，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集体，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咱大家开嘴大声唱，好主会听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好全世界拢知，听互咱自己做聚会。自己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集体，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咱大家开嘴大声唱，好主会听对咱开始。
大家手开，唱好全世界拢知，听好咱自己做一回。请坐，咱三甲组织来学老祖，咱三甲组织同心合意，咱三甲组织来学老祖。咱个三个组织来学老祖，咱个三个组织同心合意，奇妙事伫脚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个组织来学老祖。三个组织来学老祖，咱个三个组织同心合意，奇妙事伫脚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个组织来学老祖。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个组织来学老祖。因为咱的组织奇妙事的确要成就，因为咱的组织奇妙事的确要显现，是咱真欢喜。今仔日弟兄弟，伊照着伊个人的决志。伊用听，伊用爱，伊用小丑的角色来背起伊传福音的事例。是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嘛有咱传福音的事例。当咱背起迄个事例来拍的时阵，咱有重担，但是伫咧这个重担的过程中，主愿要学到你，主愿要学到你。尽心尽意，咱这位来念。主，我要学到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款量，归养更的生命。主。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心听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款量，归养更的生命。主，我真心听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好使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款量，归养更的生命。主，我要好使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主，我要学到你，主，我要学到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
各位兄弟，这个时阵，咱把咱的手机啊关静音，也是震动。咱礼拜开始要来进行众兄弟姊妹，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遍行赦免。主耶稣讲：既若求的得着，找的拄着，拍门的就该开。这个时阵，咱请起立，咱三角来用主互咱的主新的诫命咱三角来坐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犹原徛地。咱三个来祈祷，万权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互阮会当入你恩典的门，佮互阮照着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圣囝，互阮行伫有仰望人生的路途。感谢你的引带，互阮行过困境，面对风雨，看阮对黑暗、苦难中、悲伤中行出来。这是将阮的失败见笑。阮的软弱、罪恶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赦免阮，擦消阮拢总的过失，照光阮的内心，诚侪你合用的器躯，听候你的，阮要重新得到快乐。现在阮仰望你，透过今仔日的敬拜，亲近你，伫你的话语中，对诗歌、对牧师的分享、对弟兄弟性命的见证，我们伫遮真正拄着你。找着你，照你的应允，我们得到丰盛。当阮切慕你，你的灵就伫遮。这个时阵，恳求圣神运行伫充满伫阮的中间。阮中间有死死的求你安慰，因的家庭需要你的扶持，边顶中的求你看顾、保守；伫困境中的恳求你赐落平安、快乐。伫暑假的内面伊要结束，阮有出外要就学，阮遮的细囝，恳求你一路保守因、引带因，也有工作当兵在外的，阮恳求你共款平平引带照顾因，互使你的无论大小，享受你的平安快乐，互大家拢有忠心尽职来为你做工。有当细个，阮遮兄弟姊妹恳求你来保守因的心灵勇壮，互因坚固伫神的内面。阮这个时阵将阮的教会长职、牧师、牧者、传道、干事拢放伫上帝你的面前，恳求你赐因智慧、能力，尽心完成你的托付。阮这个时阵也将阮的国家前途、蔡总统的执政团队放伫上帝你的面前，互因行公义、好人民。满有你的功效，恳求你将阮的敬拜放伫你的面前，感动阮，欢喜阮。你的阳光这时阵就要充满伫阮的内面，阮伫遮向你感谢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真济，这个时阵，咱三个来交托上帝话。启应文第25篇，启应文第25篇。
我来客，请兄弟来应。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就用全部的心神而落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为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一切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永驻。上主施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袂永远藏生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安怎疼痛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人啊，因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生像草无生。风一个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因的子子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诫命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咱一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咱三甲一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这是献诗，咱请妇女团契，因要用感谢的诗来献给上帝。主耶稣的我当
下面咱来领受上帝的话。有两段圣经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9章16节到18节，然后22节到23节。我来读，咱大家详细来听。上帝话，哥林多前书9章16节。我传福音，毋是通夸口的事，是不得已拿定。因为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知会。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就有报赏；就若毋甘心，有责任已经交代我啦。安尼，我的报赏是甚物啊？就是我伫传福音，互人免所费，也会得到福音。过来22节。软弱的人，我就诚侪软弱，要得到软弱的人；达好人，我诚侪达好款，一开始要救人。逐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是互我通三甲有份伫福音。以上下面赞美，咱来请圣歌队咱还未读经节来，咱三个来看。伫手报嘛有吼，咱来看哥林多前书9章16节，咱三个来读上帝的话语，咱用台语。我传福音，毋是通夸口的事，是不得已拿定。因为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知会。咱华语嘛来读一遍。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下面赞美圣歌队，因要将这首诗歌福音愿我的心学了上帝。
下面咱要甲时间交互牧师以及弟兄弟，因要用我所做的拢为传录音的缘故来甲咱分享。下面的时间交互牧师。兄弟大家平安。昨暝我接到一个消息。当我接到的时，我就走去灶骹，我甲牧师娘讲：牧师娘，请你出来一下。然后牧师娘出来了后，我就懒咧，阮两个拢哭，因为一个阮所熟悉的足优秀的专家。伫一个大都市的内面，上优秀的管风琴的专家，结束了家己的生命。这是安怎样想拢想袂到，因为太优秀，人阁有够水，伊阁嫁一个足出名的医生，声势。伫即款的当伫咧发光的年龄，突然结束家己，我将即个消息传转去温哥华捌伊的人，即句也无啥知影即样代志。我为着陪老爸，我辞去温哥华所有的幕后的工。后来我转来中基，因为中基医务部遮有需要，所以爱我过入来斗3工。有一日我接到电话讲，牧师某一个病房内面某一层需要你去甲看一下。我一个入去，一个19岁外的小姐，有够水，因为感情的刺激。啉巴拉瓜落去，规个肠怎规个素啊，救起来，但是迄肠已经无法度通恢复。因为保罗伫即个遮伫咧讲，我若无传福音，我有知影啦。你会当深深体会即个传道者的心境吗？传道者，伊知影即世间有太侪打扫、惊吓、不安的人，伫每一个时阵，伫每一个年龄无共款的阶段，人拢会拄着代志。即摆问题拄着代志的时，你行会过啊无？你我咱定定拢会拄着艰难，拄着艰难。你今仔日若也坐伫遮，你感谢上帝，讲感谢主，互我行过。咱敢若亲像有大风大影，风台一个来，有的人叫吹去，有的人叫水流去。咱来感谢上帝，讲保守我安然度过。因为只要我若会当行过，真紧大风大雨会过去，我人也阁徛伫遐。亲像安尼，人生有真侪无共款的阶段，你拢会拄着代志。拄着代志的时，有信仰甲无信仰伫遐差别出来。拄着代志的时，你心内有上帝还是无上帝伫遐差别出来。你们讲阿免啊无？若无拄着迄样代志，逐个人拢共款，甚至社会地位哪悬、收入哪悬的人，因为哪骄傲，但是拄着代志的时，搞不好遐个人大声挡袂牢。毋通想讲，我即仔袂歹，即仔袂歹。咱传统有一句话讲，晓歹安那。所以人毋通伫因为少年的时安怎，毋通伫以前兴旺的时，然后看袂起别人。都会知人生是一个变化无定的旅程，所以我即马今年60，
今仔阮家庭的人规个也伫遮，恁爱来甲我庆祝我60岁啊哈！因为行到伫遮无简单。我讲行到伫遮无简单，我要讲一件简单的道。我做牧师，我国校毕业就立志讲我要做牧师，加在我有立志做牧师，若无我的人生一步一步我行袂过。我做牧师，我的老爸死，全台湾我找无一个人。通来甲我的老爸主持葬式，无人敢来。所以你毋捌看到一个牧师老爸死，每一项拢爱伊家己主持，因为无人敢来到现场。无一间教会，包括我来照中基，拢关。玲这你知啦吼 ？OK。人生若要拄着代志，我甲你讲。逐个人拢会，这问题当你拄着代志的时，你迄个时你有上帝伫内面啦无？伫迄个时，你普通是有累积偌侪信仰的基础，若无亲像风吹草就飞走去。今日伫遮有一个人，伊是一个传道者。现代有真侪教会拢讲宣教，我要讲，这个拢是错误的信仰甲神学。认为咱毋是咧宣教，对头到尾福音，圣经拢咧甲恁讲传福音。上帝国君啊，恁着悔改信福音。保罗对头到尾拢伫咧讲着福音，上帝听你，上帝要救你。上帝要保守你，只要你若真心倚靠主，伊要牵你的手行过人生每一步。人会气杀上帝，上帝绝对袂气杀你。这世间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时刻，拢有真侪真毋知要安怎样。伫迄个瞬间啊，拄啊有人去将福音传互伊，迄个人拄啊，伫迄个时点，有个人真惊吓不安，有人突然互伊会当笑出来。只要迄个笑若出来，笑声若出来，伊迄个念头就消失去了。即世间透有遐侪黑暗，因是敢若欠光明。才有人，伊真正会当牺牲家己私人的享受，牺牲家己私人的环境。然后到全世界各所在，用上帝予伊的恩赐，伊要互人欢喜，伊要互人笑声，因为伫笑声甲喜乐的中间，会赶散所有这黑暗、忧愁、绝望。然后背后直咧传福音。我想，咱今仔日伫这个短短的时间，我无爱阁加讲话。我干那要讲一项，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讲福音是白白互咱，白白得到都爱安怎？白白互人。即摆问题是，你靠即句，你真正心内你有伫咧传福音啊无？你有一个旨意传达好消息，互身边有真侪惊吓不安、孤独的人啊无？还是你得到真侪恩惠，得到真侪人的疼？然后你拢怎摕入来了，家己锁掉咧，摕入来了，毋捌分出去。我甲你讲，那以前咱伫咧美湾吼，美湾的时代，即马物件摕来到你遐，你怎甲人客担领导无分出去？你犯着什么罪？侵占罪。咱去年送一个40triệu的去到乌干达，那摩西牧师传互我。伊证明讲，牧师，恁永福教会遐来的物件，阮已经分出去乌干达，然后搁去南苏丹遐的，阮拢完成了。因为咱互因的物件白白得到，因若无分出去，因拢犯着侵占罪。这问题偌侪基督徒，咱的人生咱毋捌来分互人。那上帝啊，你遮尔听我。爸爸妈妈遮尔听我，这个社会遮尔真侪资源，我逐礼拜我来教会享受偌侪人的听甲关心，然后我从来毋捌互人，这伫属灵上是一个侵占罪。伫这个遮，我想
这个是我请甲电火关起来好毋好？拢互伊变暗，然后咱伫祈祷的中间，咱来回想咱家己，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感谢你真正遮尔听阮，感谢这世间，你互阮有这个机会来行一逝。人生的旅程，人咧讲是苦海，总是阮恳求主上帝怜悯阮，互阮会当伫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看见，毋是苦海，连颠倒是上帝互阮的恩典。只要阮会当甲上帝牵条条，只要阮会当常常伫遮伫咧用心来念着上帝的恩典。上帝要赏赐阮气力，亲像鹰鸟飞悬，伫搁较暗怎样出的艰难的环境，只要阮有信心，就看见愿望；只要阮有信心，有会当看见愿望，阮就要看见上帝伫背后真正伫咧抱阮，然后行过这条人生美妙多彩的路径。这个时，阮要感谢伫这世间有偌济人。亲像阿伯拉罕的呼召，离开因的本族、本乡、老爸的家，到伫逐所在，第一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互忧伤的人会当看见得到快乐，互绝望的人会当看见愿望，互心碎的人会当得到平安甲欢喜。上帝啊，阮感谢有这样的人，中华有这个福音，是因为咱医生。因的家族，台湾有这个福音的临到，是因为早前遐个宣教师。今仔日，我嘛要欢迎一个传福音的勇士，伫阮的中间分享伊的生命甲见证。阮伫你的面前讲，主啊，别人会使，我嘛会使；别人愿意，我嘛愿意；别人会当。放落因所有的甜盘，阮城市也阁拢为着家己在活。愿主怜悯阮，嘛启发阮，互阮也阁活地时会当做一寡什么代志。阮也袂当家己伫遐，阮会当献钱伫遐，阮会当用鼓励的声伫遐，阮会当用扑的声，阮会当用足侪无共款的方式来支持福音。若到伫倒位，遐的人都有改变，迄个所在百姓就蒙恩。但阮用欢喜的心，将阮本身甲即个教会，甲将中华即个都市交伫你的手中，愿上帝施恩赐福，互台湾有平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来，咱抱啊，甲吹落去咧，来，Uncle Barton，Uncle Barton comes，OK。
聪明。听说你们台湾人很聪明的。Hello， 我名字叫扣子叔叔。听有不？听有。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哈，你们开心不开心啊？我来到上帝的家哈，跟弟兄姐妹一起集合哈，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事，对吗？要把那些愁年苦年呢，一切的烦恼呢，暂时放在外面，不要把它带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哈，来到了殿中呢，要充满什么呢？充满了什么啊？充满了喜乐，因为你的喜乐能够感染心病也狼哈，所以呢要常常的笑啊。为什么呢？因为喜乐的心呢，乃是不是西药哦，也不是中药哦，做医生的对不起了，也不是什么草药了哈，乃是良药，医治我们的内心的哈。今天呢，我都没输了，我也拿乐器来跟你们呈现，好不好？今天早上好像有点不一样哦，你们平常来聚会的样子都不一样了。今天早上好像有点特别哦，牧师哈，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新鲜了嘛，新鲜的东西，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每个人都很注意哈。到底这个小丑其实也不小啦，牧师6集，我2集。我囝22歲了，無可能啦哈，52啦，牧師，過一段路啦哈，對咧哈，過8年就對了了啦。樂器，我從遙遠來，帶着樂器來。我從馬來西亞哈，馬來西亞很遠哈，坐飛機來的，坐飛機來哈，真的是。现在传福音呢很方便，都不要去什么旅行社，在自己的家点一下，票就买了哈，对吧？很方便哈，所以呢，就让我们呢有这个机会，上帝制造很多的机会呢，让我们呢能够把这个好消息传遍。阿们。你讲的哈，不是我讲哈。OK， 好。不是长音拍，对不起。听说台湾有点热，是不是很多那些蚊子会飞出来？这都准备好了。这在打苍蝇的，飞得好高了，没问题，有解决方案。不是这个。上帝很奇妙的哈，很多时候他会拣选呢那些最卑微、最小的，来让人看到上帝的作为。哒哒，什么东东？baby 口琴，谢谢。
谢耶稣听我，因为耶稣爱我，所以呢，我要将这份爱呢，跟我身边的人讲。我第一个信主哦，我頭自己信耶穌，對個媽媽去拜拜嘅。之前我未信耶穌，我去到香港一拜拜。但是後來信了主過後呢，我回去跟我媽媽講，我這份興奮的所得着的這個極大的禮物，上帝的愛，就跟他分享。1年、2年、3年、4年，在教會聽到什麼就跟他講了哈。終於有一天，他講好啦，我躲那個教會啦，跟我去教會，在教會聽了布道會的時候就信了耶穌，我的安慰哈。然後看到我媽媽信耶穌，後來我的哥哥、我的妹妹也信了主哈。最後呢，最頑固的還是我的爸爸，他們說老頭子嘛，老頭子哈比較難信耶穌。但是最後的時候呢，他信了主不到1個星期就拜拜回天家了。OK 哈。不是小的哈，还有中的，刚才是 baby 哈，这个是哥哥，不一样的乐器哈，我们就是好像一个乐器这样哈，我们的生命，怎样的音乐出来呢？人家听了会不会听得很开心呢？或者听得很忧伤？我们的生命的选区啊。的这个音乐哈会发出来的哈，这个叫做卡住，跟我一起讲卡住，不是卡住，是卡住，卡住笛哈，这是从美国 ，Make in USA，Make in China。冇聲嘅，嗰隻嚟。卡住，卡住，唱一首我的朋友制造的这首歌，马来西亚，不知道台湾流行不流行，但这首歌呢，好像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都在唱的。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個拜1、拜2、拜3、拜4、拜5、拜6，幾個禮拜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信耶稣好不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个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耶哈！哎，哈哈！哇，耶稣真是好，哈！因为他的好，我就能得着这个力量，来到处跟人家分享。Continue。圣经告诉我们，人就好像迷路的羊，偏行己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经文的时候，都以为这些羊都是有问题的。羊很温柔哈。很容易被管辖，你带他去哪里，他跟着去的。所以我的太太呢，每次跟我那个3个儿子说呢，你们啊不要做傻傻的小羊啊，不要像个小绵羊这样，什么事都不懂啊，要谨慎一点啊。最重要的是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哦，原来羊需要什么呢？牧羊人哈，牧者来带。羊的特色是什么呢？除了很多毛，最主要的羊啊，它能够预防自己有什么危险呢？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耳朵。羊的耳朵来做什么的？来听啊，听什么呢？有什么危险啊？有什么野狼来啊？他们也傻傻的在那边哈，不像兔子哈。兔子就好精哈，一听到声音的时候就马上啊。羊不会，被吞吃了，在肚子里面也不知道。我们就是上帝宝贝的羊。耶稣来到人间是要寻找什么呢？他宝贵的羊。羊有好多种哈，有年轻的羊，有好远好远的羊，在第二排，在楼上的哈，穿红衣的，就是你了。他也有，哦。但是有些羊呢，性格不一样，颜色都不一样，这个有点问题了哈。还不用哈，还不用紧哈。有时候。这个羊哈，是个顽固的羊哈，这个脚，跟其他的不一样，不乖不听话，但是呢，也是上帝宝贵的羊。
为什么这些羊都这么宝贵呢？起初，上帝爱，因为爱的缘故呢，就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我们有上帝的 DNA， 因为什么呢？因为爱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圣洁的爱。哇，他的爱真的是很难的去理解。有了他的爱的时候呢，生命就不一样。因为他来爱我们啊，照着他形象造我们啊。他的心意就是要他所爱的羊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你们有多少只耳朵？2个，耳朵有2个哈，不是这边进那边出哈，啊，是有2个耳朵，让我们 in case 这边听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啊，听了过后，不只是进入你的头脑哈，也进入你的心，顺服。但是很多时候，人就是不听话，有时候也不是他们的错，有些羊真的是没法子，在那种环境没有办法听到福音。在那种环境，好像中东那种环境，是这样的风俗，他们没办法，不是他们坏，不是他们不听，是没办法。但我跟你说哈，不管你是哪一种羊，或者离开上帝的，违背他的，上帝没有放弃。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耶稣到各村各城呼唤，呗呗。圣经说呢，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那耶稣已经升天了哈，对吧？谁来代替耶稣？就是你，就是我。你能够到的地方，我能够去的地方呢，都不一样。但是你就是耶稣的代表。耶稣从上帝而来，要拯救我们，寻找那些世上的羊，让他们能够归回上帝那里去。虽然他们堕落，但是耶稣的爱能够恢复他们跟上帝之间的爱。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啊，得时不得时都要讲啊。他们要听啊，听什么呢？福音的好消息。圣经告诉我们，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叫一切信的就能够得救。不是你的有多厉害讲，不是你有多厉害传，是福音的缘故。你祷告，上帝托付给你，你有你的羊，你要去找。我有我的羊要去找，那找到了以后呢，就跟他们说，上帝好爱你哦，不管你在哪里，他的爱都环绕着你。
耶稣说：“我的羊懂得我的声音。”当那个牧羊人在叫的时候，属于他的羊一听到就会怎样呢？就会回应。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上帝的羊？每次上帝在叫的时候，哎，某某姐妹、某某弟兄，你的先生需要耶稣啊，你的孩子需要上帝的爱啊，你远方的亲人啊，需要听到福音啊。你听到了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搞些节目邀请了来呀，来信耶稣啊，来我们的教会。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你要去，不是叫他们来，你要出去。耶稣到各村各城去寻去找。今天早上，盼望你也能够回应耶稣的教导，去找。很多世上的羊需要听见，很多世上的羊需要你去带，很多世上的羊从来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像你们每一天早晨，或者是每个礼拜来到这里听福音。这时刻，要把两个手合起来，闭上我们的眼睛，向着我们的这个大牧人，我们的耶稣，向他求：耶稣啊，你帮助我，我没有口才，我没有胆量，但是你加给我这个力量，加给我这个口才。圣经有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怎样讲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你的。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的时候，上帝会把话语放在你的口的。只要你愿意顺服，顺服就蒙福啊！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你呼唤耶稣的时候，耶稣也听到你的声音。你呼唤他的时候，他就会亲近你。我们的上帝这么的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满满的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恩典停留在我们的生命而已，我们愿意将它涌流出去，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你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听到你的心声，听到你的呼唤。我能够找谁呢？我能够差派谁呢？我盼望今天早晨你能够回应：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吧。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吧。阿們。基督徒是一個一世人受召，愛去傳福音的人。自從你成做上帝的囝了後，每一個人咱攏有同款的名，這個名。這個身份叫做基督徒，意思是耶穌的門徒。耶穌講：我將天頂地下所有的權柄攏，上帝攏天父攏賞賜我啦。我嘛將這個權柄授權給恁。但每一個基督徒，咱領受這個職分，咱就要到伫大個所在，會記。在咱的身邊有太多人，伊真正無迄個福分，領受這款的信息。
请问即马台湾进入什么月份？几月？几月？大家人会惊袂惊？会惊袂惊？啊，你会惊袂惊？你袂惊，别人惊甲鼻鼻喘。是安怎？你甲我，咱袂惊，因为咱的心内有上帝。因为你我咱的心内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耶稣讲：既然伫我内面的，我要享受恁平安。搁我的主耶稣对伊学生拄到的时，甲因讲一句话是讲：愿恁平安。所以这世间也阁有真多艰难，这世间真正有鬼，但是基督徒，咱做耶稣的学生的是安怎？你我咱唔惊。因为咱对耶稣基督领受这份平安，是对上帝来。Shalom， 咱也对咱身边的人互相握一个手，讲愿你平安好唔好？甲你头前后壁的人讲一个愿你平安好唔好？因为咱逐个人，咱拢伫咧享受上帝伫耶稣基督互咱的平安。即摆问题是，各位兄弟。你我咱有这个平安，全留咧吗？外口的人惊甲鼻鼻喘，咱全留咧吗？耶稣讲，要做我的学生，去甲这份平安传出去，因为这世间需要。但愿主的恩典伫咱的内面，咱真做一个受欢喜、受车，毋是咧宣教，咱是咧传什么？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的源头，咱甲咱的陈先生，伊若转去到马来西亚，伊就是搁屈伫教会内面做教会主日的老师。所以逐个人，伊一年有半年以上伫外口，到全世界咧走，转去到伫家己的教会，伊就屈伫教会做主日的老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咱真感谢，咱给拍一个扑克嚟好唔好 ？Okay, Uncle Barton, could you come again? 哈哈哈哈 ！Okay, 弟啊，等下咱遮若足倒煞，咱有几条路会当走。请咱若会当，咱阁留伫遮，赵牧师等下会来伫遮，赵牧师伫8楼。等下，咱有医生，我伫即个遮伫咧甲咱讲着干细胞的代志，真要紧。未来干细胞非常要紧的一个议题。然后迄个 Uncle Barton 伊会落去1楼，对主日的老师、主日的学生、主日的家长做一寡福音的传播，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阮多谢，互阮有即个福分。已经活伫福音的内面，已经活伫恩典的内面的人，阮毋甘甲即个家己留伫用。若无阮是侵占上帝的阳光，若无阮是侵占上帝的救恩，求你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分享的人。阮要开阮的嘴传播，阮要出阮的钱三甲来支持，互逐所在的人真正一定咧传福音，因拢无欠亏。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台湾，特别伫即个月份，互基督徒真正会当成做一个介绍，将平安介绍出去的人。阮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愿你赐予阮今仔日的敬拜。愿阮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做一个告别，讲主啊，多谢你将这份平安赏赐阮。主啊，阮多谢你已经伫你的名带阮入来做上帝的囝，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愿台湾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拢有基督徒伫遐咧传播这个好消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福音正声已经在弹，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535首。福音正声在大弹，咱吟第1节就好，第1节听咱起立。福音正声在大弹，高高前开甲前说，我看依旧我的消息，原来是死。
面奉献咱来回应上帝对咱的恩典。请若第一遍到伫教会，你还无了解奉献的意义，咱毋免奉献，袂要紧。请下这三角起立。现在请坐，下面报告甲介绍，咱请牧师。咱今仔日有几若位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今日会当有即个陈先生来咱即个遮用即个小丑来带咱做礼拜，是得到我青年的时代牧师洪瑞龙牧师甲伊的一寡光研协会的朋友的推荐。洪牧师，咱欢迎洪牧师，好无？你会当看到讲食到70岁，也阁会当绑即个马尾，这是真先进的牧师吼。来，咱请这光研协会的理事，请咱起立一下好无？这光研协会的朋友 ，OK， 来也阁有吧？哈，这清早拢起来哈 ，OK， 好我家己的亲人毋免阁介绍吧哈 ，OK， 毋知。咱有几位这个第一摆来，你是吧？来กับ小弟弟这个帅哥哈，哎呀，我们欢迎你啊嘿！这边这个家阁有咱这个朋友来，这个咱台位妈妈 ，OK 好，唔知阁有无？若是新的朋友，咱欢迎哦嘿。因为时间的关系。迄个严兰兄陈先来，咱拍一拍咧吼，哇！伊身躯虽然无方便，但是人生也阁有真光彩的路要行吼。再开兄会如这，毋知伫倒位？就是恁吼。OK。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真紧讲过。等下咱祝祷了后，咱休困5分钟。咱就伫遮开始，阁有规场真要紧的演讲。迄个赵牧师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心理博士。伊要来回应干细胞。伫现代即个新社会的一寡伦理信用各方面的问题。
咱的团队即几工无伫呢，咱替伊祈祷，伫外面的做工，伊过来也要接受迄个CPE 高级督导的考试，请咱替伊祈祷，甲伊祝福。后过来拜六，咱要召开烧会，请烧会员准备资料。后礼拜开始，咱迄个宣乐团要请迄个后礼拜宣乐团就要开始哦吼。咱请洪水兄甲保罗两位来轮流来帮咱，互咱的宣乐团会当佫继续。拜三的祈祷会对9月开始头前2礼拜，因为我无伫个，所以请团队带。过来，咱要我等下我对美国倒转来了后，我会带咱查考约翰福音书。你若要传耶稣，我要请你来研究，甲我三甲来研究约翰福音书。伫约翰福音书内面，伫咧看知影耶稣的身份，请你斗阵来，好无？若无，咱真侪时阵，咱毋知影咱咧传的是啥人。我后礼拜日带礼拜了。我礼拜日暗，我就会对温哥华转去陪囝规工了后，我会对 LA。即摆你若伫电视看到迄个联合国宣达团，我是邀请做即个宣达团的集团，咱要用台湾的名进入联合国，互咱台湾会当伫联合国内面有份。联合国遮尔要紧的一个单位，若欠缺台湾世间上水的民族若欠缺咱伫遐，即个联合国是无完全的，所以咱当年拢有人去遐伫咧替台湾发声，拢自费。我需邀请做即团的牧师，然后咱要去见真侪参众议员，访问台湾的智库甲智库，即个传统基金会当西遮吼，请替阮祈祷。咱彩虹妈妈。也佫欠几个人，请咱赶紧斗阵来传福音。咱逐礼拜开学了后，逐礼拜咱有培训军的学校的各校的学生600-700个人，毋茫伫迄个中间有你伫遐，好无？咱拄则伫咧讲传福音，其实咱逐礼拜拜1、拜2、拜3、拜4、拜5，咱教会已经拢有真侪社区的活动，有真侪人已经入来到伫教会，什么人会当来陪伴？甲伊带去少年团契，甲伊带去妇女团契，甲伊带去咱教会，才有真侪团契，甲带去伫遐一步一步，然后带伊礼拜日过来3楼、4楼、8楼做礼拜。我想咱有真侪人需要陪伴，请咱替咱教会遮个时间祈祷。秋景团也佫欠1、2个人，你若会晓看5山铺的，请你来参加这份。咱的县政府。第5页即个教界的消息，第5点，县政府咱有伫咧招募一寡迄个失智者的认证迄个认证的计划，所以你若我想关心老人、照顾老人是未来真要紧的一步。即个认证，你若有即个证书，将来你会当找即份工作。这个工作哪来哪需要？请你甲办公室报名，毋茫会当接受政府这个训练。拄则咱有看到迄个陈先生伫即个遮伫咧传福音做见证，伊用迄个什么气球，对无？请问咱教会家己有气球班啊无？我甲你讲，拜托，咱逐礼拜拜2暗。咱家己教会都有气球班哦嘿，我即摆要请气球班要对咱2楼刷落去1楼，互伊当迄个遐，若无真少人知影，咱家己教会有气球班，拢后甲足好势。咱最近今年的中间，教会的任何活动拢有真侪气球，拢真水，对毋对？迄啥人创的？气球班的人，所以咱家己教会有气球班哦嘿，欢迎你来。咱教会有足侪物件，像你看到周报，你着注意，毋若退祈祷，你真正人伫遐，你才知影咱即句教会是足完全、足水。有真侪时间需要你的带导。咱来看第8页好毋好？第8页，来，只有一句金句，咱用
咱要努力保持台湾话吼。来，我读一摆，请咱来斗阵读2摆。台语汉字版，箴言15篇18节，15章才对吼。歹性地的人惹起冤家，无快快生气的人为何三更煞？来，咱一摆预备来。歹性地的人惹起冤家，无快快生气的人为何三更煞？搁一摆来。歹性地的人惹起冤家，无快快生气的人为何三更煞？基督徒爱歹性地，还是无快生气？爱无快生气哦嘿，变做一个较无性地的人哦嘿。下骹只，大目新娘找无走，搁一摆，大目新娘找无走。OK。这妈妈定定咧，甲咱骂的话吼。OK， 迄个咱欢迎迄个浙南教会林永颂律师夫妇伫咱的中间来，迄个林是，sorry， 这个OK， 林金耀医师夫妇甲伊囡仔伫倒位？OK， 我们欢迎你啊嘿。OK， 望这是咱大家人共同三个伫遮生活的大家庭。好，愿上帝祝福，多谢。下面咱来吟圣诗589首，589首，咱有缘，咱来吟第1节就好。请咱起立。亲爱主，看我主，因错我的家在，我也生我欢乐相信吧，见光远归我的错我家。领受上帝的祝福，恁通平安对遮出去。伫这个世间真惊吓不罕的7月天，愿上帝宝贝啊今日主耶稣基督的使者，真正会当出去伫你的工作的所在，出去伫你的学校，伫这个社会每一个社团底下不人知，有惊吓的人来信耶稣。有惊吓的人，甲我三甲就来教会有12个所在，伫遐有平安，有对天年的平安要赏赐你。愿三位一体的上帝甲你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大不尽。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别倒，咱5分钟后演讲开始。咱圣经学院今仔有上课，咱圣经学院今仔日有上课吼，请进阶班的同学谈3楼哦，进阶班的同学是3楼，其他各班呢，请咱到各班的教室吼，
多谢。